高雄大安妈祖文化园区开6亿落起，伫2017年的时阵，敢若完成基座，拢还未设妈祖的神像咧，即摆就咧漏水咯。台中市观光旅游局讲会落维修，而且公开来招商。 楼梯、反白两件公共艺术品踩伫广场中，另外一边是建筑物的主体基座，这是伫大安区妈祖文化园区的情形。有一些东西的损坏，甚至于说电器设备也稍微有点老旧毁损。 开6亿起的大安妈祖文化园区，伫2017年完成基座了后，前6天拢无设这个妈祖的神像，建筑物伊的设施甲设备拢歹去啊。 卖漏水，这户地方的人士感觉真可惜，管理局讲会修理。我们希望所有的好朋友能够来我们大安文化园区，那透过这个建筑物，能够慢慢即刻在我们海线的观光文化。 管理局讲，今年已经有建设公司答应讲要关妈祖的神像，伫8月7嘛开始对外招商，希望讲未来会使串联边的景点，或者变成一个风景区。 Hello， 我是庄宇杰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